姐妹平安，我们先来练今天的回应诗，蛮有能力。我们先来练今天回应诗，蛮有能力。一支鼓棒。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来向他欢呼。因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很开心大家可以聚在一起，这是上帝满满的恩典。让我们一起起立，一起开口敬拜爱我们的上帝。生命，赞美主生命，你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心是广大，怜悯不断绝，你慈爱永远长存。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合一敬拜在爱里。凡事的在你殿中欢呼大喜，
地。赞美主生命，赞美主生命，你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心是广大，怜悯不断绝，你慈爱永远长存。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可以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述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园，神的高有救必永留在这里。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可以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述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园，神的高有救必永留在这里。哈利路亚！把一切都献上交托给主，求主带领保守我们，求主的力量和圣灵充满我们，使我们充满上帝的喜悦、智慧，并不断提醒自己，上帝是与我们同在的。神灵，请你来，充满在这里。我渴望更认识你，更深的经历。神灵，请你来，改变我心意，开我眼睛，开我耳，让我更多认识你。我呼求圣洁，圣洁，圣洁归我主，我尊崇你荣耀，荣耀，荣耀归我主。神灵，请你来，充满在这地。我渴望更认识你，更深的经历。神灵，请你来，改变我心意，开我眼睛，开我耳，让我更多认识你。我呼求圣洁，圣洁，圣洁归我主，我尊崇你荣耀，荣耀，荣耀归我主。我呼求圣洁，圣洁，圣洁归我主，我尊崇你荣耀，荣耀，荣耀归我主。我呼求圣洁，圣洁，圣洁归我主，我尊崇你荣耀，荣
我发觉到，在你眼里我是何等的宝贵。从太初直到如今，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是何等深深爱我的灵魂。也感谢你，你让我感受到这伟大的爱。主你安排你在我生命里，以主耶稣基督的爱更多来服侍你。我也愿像世界这样深的爱。你是为了被神疼爱，来到这世上传扬这份爱，在主奇妙计划里将你栽种在这地，期待你结出美丽的果子。我感谢你，我从来没有发觉到，在你眼里我是何等的宝贵。从太初直到如今，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是何等深深爱我的灵魂。也感谢你，你让我感受到这伟大的爱。主你安排你在我生命里，以主耶稣基督的爱更多来服侍你。我也愿向世界传扬神的爱。你是为了被神疼爱，来到这世上传扬这份爱，在主奇妙计划里将你栽种在这地，期待你结出美丽的果子。你是为了被神疼爱，来到这世上传扬这份爱，在主奇妙计划里将你栽种在这地，期待你结出美丽的果子。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祈求你极大的医治降临全地，将你的光和祝福照亮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赐予我们勇气，可以进入全地，传扬你平安的福音。求你唤醒我们，警醒的生活，倾听你话语，并愿意在这片土地上有所作为，赐给我们勇气说出来，跨出去，帮助我们不再保持沉默，而是透过你的智慧与爱完成所有事，在每一天荣耀你名，因唯有你配得荣耀。孩子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请坐。
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现在我们一起来读圣经，请翻开路加福音12章13到21节。我翻到了，弟兄姐妹，我来读，你们一起来看。13节，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16节，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就说我要这么办，要我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负责，也是这样。以上。现在以下的时间，我们牧师要证道。他证道的主题是坚持顺服上帝的主权。我们把时间交给郑牧师。各位我们泸州教会的长执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的恩典与祝福，让我们能够再一次见面，也再一次在上帝的话语当中更加看见我们如何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向前的脚步的当中，更加看见上帝的祝福时时刻刻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也让我们在很多面对的困难跟挑战当中，我们也会看见上主的旨意跟主权如何常常提醒我们，来让我们的生命跟随主的脚踪。我们在生命的过程当中，常常会看见很多不确定的一些过程。所谓的不确定，就是说我们不清楚上帝的旨意是什么。这个也是我们大概2000年来每个时代的教会跟基督徒会面对的问题跟困难，也常常是我们基督徒在面对别人问我们说为什么上帝会这样的时候，我们也常常很困难回答的问题。不过感谢上帝，因为我们会看见上帝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过程当中，通过他的同在，让我们来学习如何看见，如何相信，也如何来顺服上帝的主权。请我们再一次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上帝，谢谢你，因为你不仅创造宇宙万物，你更创造我们的生命有上主你自己的形象，让我们在生命的每一个时刻都能够体会
你与我们同在。你的同在不仅仅是让我们看见你疼惜我们的生命，你更希望我们在生命的学习的过程当中，每一个脚步都能够经验上主你自己的同在、同行，以及你的恩典跟祝福。求你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更加去除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自私，而让我们能够更清楚了解你在我们当中的旨意跟带领。我们恭敬将我们今天的礼拜仰望主你圣灵的保守与带领，让圣灵带领我们的心灵与诚实，来与你有亲密的连结。我们这样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过去5年来，在我们全世界都面对一个比较大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也是我们任何的5年来任何的科学家，或者是我们就算医学这么发达，也没有办法去解决今天我们所谓的这个 COVID-19 所带来的困境。因为我们晓得这个 COVID-19 从哪里来的，从什么地方开始的，记得吗？ COVID-19 我们叫做中文怎么说啊？刚开始有个名称跟这个传染病开始发生的地点有关系的，叫什么肺炎？对，武汉在哪里？武汉在什么地方？在中国，对不对？中国哪一省啊？谁地理比较熟的？是四川还是湖北还是哪里？不管怎么样，当初有人或者是说有很多国家用这个武汉肺炎的时候，中国抗议啊，就后来就没有用这个武汉肺炎。但是各位知道吗？这个 COVID-19 从2020年初到现在，已经多久了？啊，已经4年多啊！这4年多来，没有办法找到这个传染病最开始的原因是什么。也就是说，这个传染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了？到现在不晓得，因为中国没有诚实把当时候发生的状况让世界卫生组织知道，让世界各国知道。到现在唯有知道的可能只有中国知道。因为这样，这个传染病没有办法找到怎么来的，当然就没有办法找到医治的怎么样办法，以至于将近5年来，面对 COVID-19， 唯一能做的是什么？我们今天能做的是什么？打疫苗，对不对？打疫苗是什么样？预防、防止我们去感染怎么样？确诊 COVID-19， 对不对？因为确诊之后会发生什么事？会发生什么事？每个人的状况都不一样啊！而且更可怕的是，这个 COVID-19 经过了4年多，它已经变得怎么样？变得很多种怎么样？新的状态出来了。很可怕的是这一点呢，你知道吗？你打了疫苗，但是那个疫苗可能对现在新的 COVID-19 没有用呢，你知道吗？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最新的统计，到2024年的6月23号，全世界在将近5年当中，
确诊有多少例，在我们的 PowerPoint 上面有把它贴出来了啊。总共有775678432例，77567万的确诊的例，7亿多少啊？现在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哪一个国家？已经不是中国了啊，超越中国是哪个国家？你们不知道吗？现在人口最多的是哪个国家？亚洲的一个国家啦，跟中国是连在一起的啦，叫印度啦啊。为什么印度的人口会比中国多？是因为印度的父母亲比较会生啊，他们平均的家庭，一个家庭生的孩子不是像中国是一个孩子啊，他们生的可能至少3、4个、4、5个、5、6个，所以印度的人口已经超过14亿了啊，总人口，所以它现在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已经变成第2名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啦，5年来77500多万的人确诊，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数目，而且是非常大的人，因为这个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的病，这个到底是什么病还不晓得，而且因为这样，后来多少人因为这样 COVID-19 丧失生命。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到6月23号，总共全人类因为 COVID-19 77567万的人当中，有7052472个人因为这样死亡离开世上。各位，这个数目字可不可？你看到这个数字，你是觉得会不会很可怕？为什么？705万是多少人啊？现在台北市人口多少？大概230几万。705万是3个台北市的人死亡。100个人、2个人、200个人躺在你的前面，你还可以算。705万的人摆在你前面，你算得完吗？第二个，从我们基督信仰的告白里面，我们相信全人类每一个生命，不管它的颜色是什么，不管它语言是什么，文化是什么，全世界人类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上帝看为宝贝，是上帝创造的生命，是上帝疼惜的生命。所以每一个生命的死亡，在上帝的眼中，上帝都很痛苦。更何况705万个人的生命因为 COVID-19 来离开世上。你跟我一样的问题，为什么上帝容许这705万的生命，每一个都是他疼惜的，竟然上帝的主权跟旨意容许这些人因为 COVID-19 离开他的家庭、他的教会、他的牧师、他的弟兄姊妹。705万里面有很多是基督徒，有很多是回教徒，很多佛教徒，更有很多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也有很多是怎么样反对基督教信仰的人。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每一个生命，上帝都看为宝贝。所以当705万的人离开世上的时候，上帝是流了很多眼泪。不仅是他的亲人朋友，上帝也跟我们一样，跟他的亲人朋友一样，
为了这些生命的流失，上帝也非常痛苦。但是，我们仍然要回来基本问题：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上帝允许 COVID-19 来成为人类这么大的一个可怕的传染病？当然，你回顾人类的历史，人的历史当中，传染病不是发生过一次。更可怕的是，人类跟人类之间、民族跟民族之间、国跟国之间的战争，这些战争也让很多人丧失生命。但是，发生疾病、发生传染病，特别是无药医的传染病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会面对非常恐怕、非常可怕或者非常惊慌的人类的一个反应，因为我们不晓得怎么去面对了，所以我们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必须要学习怎么样自我保护，也要保护别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4年多来，我们已经习惯像牧师一样。做礼拜的时候，特别是我讲道的时候，已经4年多来，都已经习惯戴着这个口罩讲道。因为通常要去到一间教会讲道，像我的话，不是坐公共汽车，就是坐捷运，所以都有经过很多众人聚集的地方，所以戴口罩是一方面。是要保护我所接触的每一个人，包括各位，也要保护自己。所以4年多来，在这个我们人跟人的关系当中，在我们人跟人的接触的里面，包括我们这4年来我们的教会的主日礼拜，也因为这样，很多时候不得不取消我们的实体礼拜。对不对？还要改成用怎么样线上直播的方式，但是用了线上直播，问题更多，因为它所带来的副作用，对教会整体来讲，虽然更方便了，不过实质的带来的实际问题就是，今天我们教会的聚会人数怎么样减少？第二个怎么样奉献减少？这个是现在我们各位所看到的，全世界的教会，包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也一样。我们的主日礼拜的人数，从4年多来，就是因为这个 COVID-19， 特别是都会区的教会，离都会区越近的这个卫星城市的教会影响比较大，但是比较偏乡的教会反而影响比较少，因为他们觉得礼拜天大家一定要聚在一起，要看得到各位，那个才是教会。所以通常在一般的乡村跟偏乡的教会，反而没有受 COVID-19 影响，聚会的人数以及他们的奉献还维持跟一般一样。不过我们都会区的教会影响就比较大了。这也是实际上我们今天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最近这4年来，从那个总会的研发中心的教师统计里面，就很清楚看见这样的一个变化跟改变。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今天我会用这样的一个前言来跟各位提醒，或者说跟各位提的一个基督信仰的问题，就是当我们相信每一个生命都是上帝所疼惜的时候，上帝的主权为什么容许 COVID-19 来成为人类很可怕的一个传染病？那这个其实跟我们刚刚所念的经文路加福音12章13节到21节，其实你会看见的关联在什么地方。今天早上当我们在看路加福音12章13节到21节的时候，我们看见圣经的记载
耶稣面对有人请他帮他分家产的时候，帮他们分他们的这些家业的时候，一方面耶稣说我没有义务为你们做这件事情，但是耶稣同时也提醒你们，当要分家产的时候，你们要注意，不要用贪心贪财的心来看待这一切。然后接着耶稣就用怎么样？用一个比喻。那这个比喻，如果用我们现在的圣经的学者的提醒，因为我们圣经原来写的时候，每一个段落它没有主题的啦，上面没有标题。但是现在我们所念的路加福音12章13节到21节，后来圣经学者把它加上一个标题，叫做怎么样？没有智慧的财主没有智慧的财主了。这个财主为什么没有智慧？可能你跟我都同样的问题，因为其实这个富人或这个财主，他不是不用功、不努力、不怕拼呢，他非常认真、非常努力，而且他怎么样？成果丰收。所以问题来啦，当他那么丰收的时候，他原来的怎么样？原来的仓库，他原来要收藏他的收成的这一个仓库已经放不下了，所以他决定怎么样？把旧的仓库拆掉，盖成怎么样？一个更大更好的一个仓库来收容他今天的收成。而且更进一步，他提到说，这些收成这么丰富，已经够他可以享用一生，所以他想说，我就可以开始不用再那么努力，可以开始来享受我所努力的一切成果。结果上帝说，愚笨的财主啊，今天就要把你的灵魂拿回来，你所努力所赚得的一切要交给谁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从这个比喻，一个没有智慧的财主，耶稣要提醒我们，上帝的主权常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扮演什么角色？是跟我们没有关系呢，还是你的生命其实更需要常常来看见、相信、更顺服上帝的主权？所以早上从路加福音12章13节到21节，我们大概分3方面来共同努力。耶稣所提醒的是什么？第一，耶稣要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真实承认人类本性的自私与骄傲。我们必须再一次真实承认我们的本性从上帝创造以来就是自私又骄傲的人。这个没有智慧的财主，他其实如果要用今天我们世界的价值观来讲，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家啦。听清楚哦，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家，所以怎么样？他的事业会怎么样？收成非常好，收成非常好，所以他必须想前面的脚步要怎么样继续发展我的理想跟我的目标。所以当他开始想他应该怎么有更大的计划、更长远的一个目标跟发展的时候，这有任何不对吗？任何一个企业家、一个财主，当他发觉他今天所做的一个规模已经到这个程度，已经丰收那么多的时候，他要发展更多的企业连结，成为一个集团，成为一个世界的联盟，
这样不应该吗？为什么耶稣跟上帝说他是一个愚笨、没有智慧的财主？其实原因很简单啦，原因也很直接啦。耶稣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个财主心中只看到自己。这个企业家，他的人生跟他的价值里面，只有看到他自己，他只看到自我的存在，所以他很清楚的有他的自我的认同，有他的自我的很清楚的一种成就。更重要的，他在这些自我的很多努力的结果当中，确实也成为一个非常成功、让人称赞的一个企业家了。但是最可怜的是，他忘了这个世上有一个上帝，忘了有个上帝在祝福他，或者上帝所安排的，在他的人生，在周遭关心他、协助他的亲人朋友。这个企业家，这个财主，完全否定一个上帝的存在。第二个，他否定其他人在他的人生到现在成功的过程当中别人的贡献。他的眼中只有看到自己。各位，如果有机会去念这个马可福音第8章36节到37节，耶稣也曾经讲过一句话，在提醒说，人如果赚得全世界，却失去自己，有什么益处？你在世上能够用什么来交换你的生命？一个成功的人，特别是成功的企业家，就算你赚得全世界，你却没有找到你自己的生命的意义，有什么益处？耶稣要提醒的是，当你今天如果会知道上帝的存在，上帝的主权，上帝对你生命跟你人生当中的恩典祝福，你就会知道，当你成功的时候，当你得到这么多的时候，上帝一定有提醒你，这些一切不是为了你而给你的，是要给你，让你知道如何去关心别人，如何去看见更需要的人，如何知道你对社会、国家、世界的责任跟使命。如果你只看到自己的时候，上帝任何时候就像他对那个财主讲的，今天晚上我就取回你的灵魂，你所有的一切有什么用？你汲汲营营一生努力的成果要交给谁？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今天再一次通过这个比喻，在提醒我们，要常常承认、真实承认我们人的自私、骄傲。我们的新圣诗的22首，这个在加勒比海的牙买加的一个圣诗里面，叫主上帝的右手。这首诗歌在提醒说，上帝的手好像在写字一样，也在指出我们应该走的路。所以这首歌让我们说，我们的一生在上帝的带领里面，我们会走出一条上帝所喜悦的路。但是前提是你愿意相信上帝的主权在你当中，在你的生命过程里面，在你很多重要的决定跟决策上面，你会看见上帝的主权跟上帝的旨意。所以当我们在
吟唱这个圣诗22首的时候，就能够看见说上帝的一个右手，这个右手英文叫做 right hand，right 同时也是一种正确、公义、正直的意思。所以上帝这个公义又正直的手，常常在提醒我们，特别是基督徒，我们一生的生命要活出上帝的喜悦，同时因为这个喜悦会带给我们的周遭更多的人，因为你是基督徒，他们得到更多的祝福与盼望。这个也是2000年来我们基督教的教会跟基督徒，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宣教，我们就是要努力把上帝的主权跟旨意，通过我们所设立的教会，看得见的教会，以及这个教会所有的活动聚会。第二个，通过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我们今天通过我们周遭你的接触，让别人更加看见上帝所带来的平安跟喜乐，不是停留在基督徒的身上，不是停留在教会当中，而是会带到所有我们所接触的人当中。所以耶稣第一点在这个比喻里面再次提醒我们要真实承认人类本性的自私与骄傲。第二点，耶稣再一次来要求我们要清楚也欢喜告白上帝全人的救恩跟盼望，要告白欢喜告白上帝全人的救恩跟盼望跟我们每一个人有关系。各位如果有机会去看罗马书第1章的16节到17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当中特别这样写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个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要拯救一切信的人，先是犹太人，而后是外邦人。因为这个福音有启示上帝怎样使人跟他和好，是起于信，也止于信。正如圣经所记载的，借着信而得以跟上帝和好的人，一定得到真生命。保罗原来是一个在初代教会他反对基督教信仰的人，后来上帝特别的拯救临到他，他不仅悔改受洗成为基督徒，更重要他后来的一生而成为初代教会很重要的使徒保罗。他用他的生命，用他的口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救恩，跟你我都有关系。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的第1章16节到17节，特别保罗要再一次用自己的经验说，我不以基督的福音为耻，因为这个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要拯救每一个相信的人。开始是犹太人，再来是怎么样？外邦人，接下来是所有听到福音的人，包括你跟我，我们都是因为听到耶稣死在十字架上，3天后复活，这个拯救跟福音的人。但是重点是不是听到而已啦？重点是我们愿意相信。所以在罗马书的第1章的17节，特别说这个福音有启示，上帝怎么样使人跟他和好，恢复和好的一个关系，是通过我们的相信。所以他是开始于相信，也结束于相信。相信什么？相信2000年前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跟我跟你有关系。耶稣为世上的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个世人的罪包括你跟我的罪。虽然2000年前我们还没出生，但是耶稣却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自己本身没有罪，他却愿意承担世上所有人的罪，在他的身上
让他因为这些罪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3天后他复活，胜过死亡。这个复活也让我们看见，今天2000年来基督教的信仰常常在提的，我们因着相信耶稣的死跟复活，我们也跟他同死同复活。那这个相信，1517年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的时候，他就根据刚刚我所念的罗马书1章16节到17节，保罗的这个信仰告白，马丁路德用一句话说，叫做因信称义啊。我们今天每个基督徒是因为相信上帝愿意让我们成为义人，跟他恢复和好的直接的关联，所以这个叫做因信称义。因为相信，我们可以跟上帝恢复，跟上帝连结，重生复活的新生命。所以当保罗这样的告白，在1517年马丁路德在第2次世界宗教改革的时候，用因信称义来确定这样的一个信仰。在马丁路德之后没多久的加尔文牧师，他是今天我们世界的长老会跟改革中的创始者。加尔牧师说，马丁路德所说的因信称义，在我们长老会就是承认说，上帝绝对的主权跟他的救恩临到我们，上帝绝对的主权，他所赏赐的救恩，如果我们愿意相信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就更跟这个救恩有连结，我们就跟救恩有份，所以你就会成为一个因信称义的人，你也会因为这样看见你的生命得到永生的盼望。所以第2点，耶稣今天第一个要求我们承认自己的自私跟骄傲，但是第2点，他却愿意要我们相信他为了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相信他跟我们有关系，我们会得到这样的救恩跟盼望。第3点，今天当我们看见上帝绝对的主权跟旨意当中，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责任，就是我们要努力成为一个敬虔、谦卑又顺服的基督门徒。我们要努力成为一个敬虔、谦卑又顺服的基督门徒。刚刚所念的路加福音12章13节到21节，当你很认真读圣经的时候，读到21节，你会觉得很奇怪，因为耶稣没有提出结论，耶稣只说这个没有智慧的财主，你们如果像这个没有智慧的财主的时候，你们的财产都没有任何价值，到这边就结束了。但是耶稣的结论在哪里？在接下来那一段，从路加福音12章22节到31节，你如果回去有机会念的时候，你会看见这段经文，耶稣在提醒我们，圣经学者把它用个标题叫做信靠上帝。今天你们要信靠上帝，你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如果信靠上帝，你就不用担心要吃什么，要穿什么，要做什么事情。你们所需要的一切，上帝都清楚知道，他会赏赐给你们。但是结论在哪里？结论在路加福音12章31节，耶稣提醒说，你们反而不要担心每天穿什么吃什么，你们重要的是什么？你们要先追求上帝主权的实现，你们所需要的一切，我一定会赏赐给你们。同样的这段经文，各位如果去看马太福音6章33节，耶稣也同样的对他的门徒以及所有跟随的人说，你们要先求上帝的主权跟他旨意的实现，你们所需要的一切，我就会供给给你们。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的结论很清楚的告诉我们，2000年来每一间教会，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使命跟责任，
要追求上帝主权的实现，跟他的旨意的实现，在哪里？在你的身上，在你的生命过程当中，在你所加入的教会里面，在你每天的生活，在你每天所接触的每一个人当中。也就是说，今天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使命跟责任，是要把上帝的主权不是停留在你自己的经验，是要通过你的经验带到别人当中了，成为别人的祝福跟盼望。所以各位如果有机会看罗马书第14章17节到18节，保罗在这个地方说，上帝主权的实践不是靠饮食，而是靠圣灵所赏赐的公义、平安与喜乐。用这样来服侍基督的人，会得到上帝的喜悦，也会得到人的称赞。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上帝主权的实现不是靠讲什么，你要吃什么穿什么，是要靠圣灵所赏赐的。圣灵赏赐在我们身上，他在我们身上带领我们来实现上帝所要带给人的公义、平安跟喜乐的时候，上帝的主权才会临到我们的当中了。所以保罗在这边说，上帝国的主权跟他的旨意的实现，是要靠圣灵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带领我们每个基督徒在圣灵的保守跟赐福当中，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每天的生活来见证上帝的主权跟旨意。这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要提醒我们，今天在我们做基督徒向前的脚步的里面，我们要常常成为一个敬虔、谦卑，而且顺服上帝主权的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常常因着圣灵的同在，我们的生命跟生活可以带给别人盼望，带来上帝真正的平安跟喜乐。感谢我们的敬拜团，今天不管在台语礼拜，或者是在我们刚刚的华语的礼拜里面，我们都有说请圣灵来到我们当中，有没有啊？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提醒我们，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让圣灵的力量帮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上帝国的见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上帝的主权跟旨意。当我们真正活出上帝的主权跟旨意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成为别人的盼望跟祝福。这个就像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在1985年第32届总会通常议会通过的台湾基督长老的信仰告白。这个信仰告白总共有5段，从上帝观、圣经观、教会观、人观，到最后的社会观。其中教会观最后4句话说，我们相信我们教会是定根在本地，台湾本地，认同所有的住民，通过爱与受苦来成为盼望的记号。所以今天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在台湾这个国家、这个土地跟人民当中，1270间的教会，26万的信徒，我们共同在努力的使命跟责任，就是让我们的教会跟基督徒都定根在台湾本地，认同2300万的台湾人民，通过什么？通过我们的关怀、我们的牺牲、我们的受苦、我们的付出，让台湾看见盼望，让我们成为台湾盼望的记号。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管是今天我们文字传道的一个奉献主日，在关心台湾教会公报社，因为台湾教会公报社出版的台湾教会公报是1884年台湾的第1份的报纸，到今天已经有多少？140年了。当初叫做台南府城教会报，它是用白话字写的一个教会报纸，
到今天它仍然在出版，每个礼拜在出版我们的教会公报。那台湾教会公报社的文字事工，不仅仅是教会公报，还有各位我们今天周报里面夹的怎么样更新周刊，还有新眼光读经手册，还有他们所做的很多影片。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文字跟媒体的事工，都是我们的台湾教会公报社在努力的。通过文字看得到的，通过媒体能够接触的，我们今天在把上帝的主权跟旨意带到我们所接触的每一个人的当中。愿上帝祝福我们泸州教会向前的脚步，包括我们的陈牧师跟林牧师未来到笃行教会的牧会，我们未来新的牧者，以及我们如何在基督信仰里面时时刻刻去体会上帝的恩典、圣灵的力量，时刻提醒我们，更加在我们自己的自私跟骄傲软弱当中，来更加信靠上帝，让我们每天向前走的脚步，因着圣灵的同在，因着圣灵的提醒，因着圣灵的帮助，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能够更加荣耀上帝，也更加让我们所接触的每个人，因为我们真正得到祝福跟盼望。我们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上帝，感谢你再一次通过耶稣自己的提醒，让我们看见，我们虽然是软弱，我们虽然是自私跟骄傲，但是感谢你，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让我们相信，让我们得到同死同复活的真生命。感谢你通过这个救恩，让我们的生命找到盼望。求你特别通过圣灵的同在，提醒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能更加确定上帝的主权跟旨意，时时刻刻在我们的生命向前的过程当中，也让我们能够通过生命跟生活，让你的平安跟喜乐没有在自己的生命里面，而愿意成为我们每一个接触的人共同的经验。愿上帝你的慈爱、恩典与祝福时刻常常在我们当中保守我们，也特别祝福台湾教会公报社通过他的文字事工、媒体事工，来更加将主你的平安跟喜乐成为台湾2300万人民共同的记号。我们这样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的回应诗蛮有能力，让我们一起开口来唱。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让我们一起起立。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
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请坐，谢谢大家。现在我们预备先来奉献，奉献的同工执事。现在我们就来介绍新朋友与报告消息。牧师，你要不要特别报告？不用啊。好。这些新朋友是台湾新奇儿创意协会师生和家长都一起来，是由那个陈允君老师带领。允君老师，欢迎你们来哦！谢谢，上帝祝福你们。现在我们就来消息报告。第一，本会2位牧师因为牧师生涯规划要返乡侍亲，已向小会提起辞任书，将于10月31离任。牧会工作至8月、9月和10月年休，请为牧师离任代祷。为教会没有牧师这段期间各项事工顺利进展，也是为这件事情来代祷。今天是文字传道奉献主日，我
欢迎圣婴儿牧师前来本会讲道。台湾教会公报社主要的事工，一台湾教会公报、更新周刊，还有新眼光读经、少年新眼光、甜蜜亲子报、信仰书籍出版、基督教书房，前5项事工都是免费索阅的福音文字宣教事工。请各位姐妹关心代祷、奉献支持。那第3是7月8号，星期一至15号，也是星期一，本会国城牧师、明湖村执事、纪丽坚执事、苏美玲姐妹、苏美丽姐妹、田心玲姐妹，共有6位的同工前往韩国三一长老教会第9届台韩短宣韩国岭东地区，恳请姐妹们守望代祷，求主保守他们的行程顺利平安。那么年度查账7月21日下主日礼拜结束后，本会的财务组举行2024上半年度账务检查，敬请各单位相关人员预备账册存折受检，敬请配合办理。教会要招募音控的同工，请向干事报名。有意是要来服侍这一块的，请你踊跃的来报名。日后如果有报名的话，我们会举行那个音控的训练。每周3晚上8点读经祷告会，欢迎大家踊跃来参加。那会计报告由大家自己来过目。那欢迎新朋友吴洁如有来吗？洁如没有哈，好，谢谢。那团契消息，同心团契今天台语堂礼拜后结束，在教会1楼举行例会。那有邀请那个鹭江消防队来主讲，它的主题是火场应变逃生，消防安全知识，已经在楼下在举行了。那7月20号星期六，也是同心团契要往乌来泰雅巴来部落1日的退休会，上午7点20，如果有报名的要记得7点20在空中大学集合出发。那青少年团契以8月17号至18号星期六、星期日要举行灵修生活营，主题是关系3部曲，地点是3支，欢迎青年和少年朋友向团契报名。上周6的暑期儿童营已经举行完毕，请大家过目。好，下面肢体相通的消息，我们自己过目将这些我们就抽空时间来为这些需要祷告的人来祷告。教界消息，请自己也来，我们自己来看消息报告就到此为止谢谢各位。那么我们现在来唱一首散会诗，你是我的平安，请各位姐妹们站起来，我们一起来唱诗歌。唱完诗歌，我们请那个郑牧师为我们祝祷。怒涛中的平安，风雨中的宁静，忙碌中的安息。你是我的平安，
直到永远。耶和华为你施胜，洪水泛滥使你施胜，平安的福赐给我们，赐给我们。愿全能上帝的慈爱与怜悯，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与恩典，圣灵保惠师为助者的扶持与帮助，时刻与我们同在，特别与台湾教会公报社全体同工同在，让他们所有一切文字事工、媒体事工，能够更加荣神益人，从今天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我们默祷。陈允君老师，谢谢你。欢迎你们来，下次有机会你们要再来哦。欢迎你们，上帝祝福你们，谢谢。